下。接受先帝遗命以来，日日夜夜担心叹息，唯恐所托无所成就，从而有损先帝名誉鉴察的声名。所以臣下在炎热的5月渡过泸水，深入到不毛之地。现在南方已平定，兵员装备已充足，该带领3军北进克复中原。也许可以竭尽绵力，扫除凶残的奸贼，光复汉家江山，使长安、洛阳仍旧成为大汉王朝的首都。这就是臣下用来报答先帝、效忠于陛下的职责。至于权衡得失、掌握分寸、向陛下尽忠言，那是郭攸之、费祎、董允他们的责任了。希望陛下把讨伐曹魏、兴复汉室的大事交付给臣下，如果无所成就，就治臣下的罪，来禀告先帝在天之灵。如果没有劝勉陛下发扬圣德的忠言，那就要追究郭攸之、费祎、董允等人的怠惰之罪，公布他们的过失。陛下也应该自作打算，探求高明的道理，了解并接受中正的言论，牢牢不忘先帝的遗愿，臣下这就感恩不浅了。而今快要去远征，面对表文，不禁流下泪来，真不知自己说的是什么。江建中注释：1. 先帝直属昭烈帝刘备。崩卒，库粗阳，天子之死曰崩卒，也是死的意思。2. 益州，汉行政区域13次使部之一，地有今四川省、甘肃省和陕西省一带，当时治所在成都。疲弊，贫弱。3. 成，确实是。秋，时候，日子。古人多以秋称多事之时。4. 盖，发语词。5. 陛下，对皇帝的称辞，表示不敢直接面对皇帝，而通过陛阶下的侍从转制的意思。6. 圣，古时对皇上的尊称。7. 恢弘，发扬使之扩大。8. 妄自菲薄，毫无理由地自己轻视自己。9. 失意，失当，不合大义。10. 宫中，指宫廷内朝中的亲近侍臣，如文中的侍中、侍郎之类。府中，指丞相府中的官吏，如文中的长史、参军等。11. 制，辞制，升官进位。脏否，萨皮脏痞，好坏，善恶。12. 犯科，触犯法律中的科条。13. 有司，有关的专管官署或官吏。14. 侍中、侍郎都是皇帝左右的亲近侍臣，不仅随从出入，还被顾问。侍郎即黄门侍郎。郭攸之，南阳人，姓和顺，先后与费祎、董允同为侍中。费祎，字文伟，江夏芒门人，后主即位时为黄门侍郎，后迁侍中，位至大将军、录尚书事。延熙10年，被魏将人郭循赐死。董允，字修昭，后主即位时为黄门侍郎，循迁侍中，以能抑制宦官黄皓，对后主多有匡助，以侍中兼尚书令。15. 毕和平晋景浩。16. 向宠，属大臣向朗的兄子，后主时先后任中部都和中领军。17. 赎君，善良公平。18. 适用于昔日，指向宠曾随刘备伐吴，子归兵败，为他的营垒得到保全。19. 举宠为都，当时属大臣拟推举向宠为中部都，主管宫廷禁军的事务。20. 行阵，指部队。21. 先汉，由言前汉、西汉。22. 后汉，指东汉。23. 桓，东汉桓帝刘志。陵，东汉灵帝刘弘。24. 侍中，指郭攸之和费祎。尚书，协助皇帝处理公文政务的官吏，此指陈震。长史，丞相府主要佐官，此指张毅。参军，丞相府主管军务的佐官，此指蒋琬。诸葛亮死后继为尚书令，统领国事。25. 真亮，坚贞诚实。亮，忠诚坦白。26. 南阳，汉郡名，治所在宛，今河南省南阳市。27. 文达，有名声。28. 卑鄙，地位低下，少见事。29. 伪，谦辞，谦卑地。
枉屈，屈尊的意思。30屈驰，欲为人效劳。31直，欲上。清复，指建安13年208，曹操南侵荆州时，刘备在当阳长坂被击破一事。32这两句指刘备当阳兵败，退至夏口，在今湖北省武汉市，派诸葛亮到孙权楚求助，开始孙刘的第一次联合。33计托付，这句指刘备东伐孙吴，在秭归被吴将陆逊击败，退居白帝。张武3年2234月，刘备病死永安宫，故址在今四川省奉节县东，临终托孤于诸葛亮，要他辅助后主刘禅，讨魏兴汉。34伤有损。355月渡卢，建兴3年225南中诸郡反叛，诸葛亮率军出征，渡过泸水，平定南仲4郡。泸水即今沙江。36奴钝，这里以烈马奴和不锋利的刀钝来比喻才能的平庸。37奸凶，指曹魏。38旧都，指汉朝曾建都的长安和洛阳。39慢，失职。后出师表。三国属诸葛亮。题解：后出师表是前出师表的姐妹篇，写于建兴6年228。由于《三国志》本传中不载文选，里也不见选录，而视为《三国志》作注的裴松之在注文中引自张衍、墨迹，所以有人认为此表是未作。但也有人认为，从体例文风来看，后表与前表并无二致，而且《三国志·吴志诸葛客传》中，诸葛恪说：“进见家属父表臣与贼争竞之际，未尝不喟然叹息也。”所指可能即系后表。后出师表作于第一次北伐失败之后，大臣们对再次北出征伐颇有异议。诸葛亮立论于汉贼不两立和敌强我弱的严峻事实，向后主阐明北伐不仅是为实现先帝的遗愿，也是为了蜀汉的生死存亡，不能因译者的不同看法而有所动摇。正因为本表涉及军事态势的分析，事关蜀汉的安危，其忠贞壮烈之气，似又超过前表。表中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之句，正是作者在当时形势下所表露的坚贞誓言，令人读来肃然起敬。先帝虑汉，贼不两立：一、王业不偏安；二、故托臣以讨贼也。以先帝之名，量臣之才，故知臣伐贼，才弱敌强也。然不伐贼，王业亦亡，唯坐而待亡，孰与伐之？三、是故托臣而服矣也。臣受命之日，寝不安席，食不甘味。思为北征。四、宜先入南。五、故5月渡卢，深入不毛，并日而食。六、臣非不自喜也，故王业不可得偏权于蜀都。七、故冒为难，以奉先帝之遗意也，而义者未为非计。八、今贼势疲于西，又务于东。九、兵法成劳，此禁区之时也。十、谨陈其事如左。高帝明并日月。11、谋臣冤深。12、然设险被创。13、为然后安。今陛下位极高帝，谋臣不如良平。14、而欲以长计取胜。15、坐定天下。16、此臣之谓解义也。17、刘繇、王朗各据州郡。18、论安言计，动引圣人，群以满腹，众难塞胸，今岁不战，明年不争，使孙策做大。19、遂并江东。20、此臣之谓解二也。曹操治计，疏决于人。21、其用兵也，仿佛孙吴。22、然困于南阳。23、险于乌巢。24、围于祁连。25、逼于黎阳。26、己败北山。27、待死潼关。28、然后未定一时耳。29、况臣才弱，而欲以不为而定之，此臣之谓解三也。曹操武功昌霸不下。30、4月巢湖不成。31、任用李福而李福屠之。32、委任夏侯而夏侯败亡。33、
先帝每称操为能，有此师，况臣奴下，何能必胜？此臣之谓解四也。自陈到汉中34，中间其年耳。35，然丧赵云、杨群、马玉、颜之、丁力、白寿、刘和、邓同等及取长屯将70余人。36，屠江、吴前、从叟、清羌、散骑、虎骑1000余人。37，此皆数10年之内所纠合4分之精锐，非一州之所有。若复数年，则损2/3也，当何以图敌？38，此臣之谓节无也。今民穷兵疲，而事不可习，事不可习，则助与行劳费政等，而不及今图之，欲以一州之地与贼持久，此臣之谓解6也。夫难平者，39，是也。其先帝败军于楚40，当此时，曹操俯首41，为天下已定42，然后先帝东连吴越43，西取巴蜀44，举兵北征，夏侯受首45，此操之失计，而汉室将成也。然后吴更为盟，关羽毁败46，子规搓牒47，曹丕称帝48。凡事如是，难可逆见49。陈鞠躬尽力50，死而后已。至于成败利钝51，非臣之名所能逆睹也52。选自中华书局版，诸葛亮集。先帝考虑到蜀汉和曹贼不能并存，帝王之业不能苟且偷安于一地，所以委任臣下去讨伐曹魏。以先帝那样的明察估量臣下的才能，本来就知道臣下要去征讨敌人，是能力为弱而敌人强大的。但是不去讨伐敌人，王爷也是要败亡的，是坐而待毙，还是主动去征伐敌人呢？因此委任臣下，一点也不犹疑。臣下接受任命的时候，睡不安稳，食无滋味。想到要去北伐，应该先南征，所以5月里竟渡过泸水，深入不毛之地，2天才能吃上一餐。臣下不是不爱惜自己喝，而是看到帝王之业不可能举处在蜀地而得以保全，所以冒着危险来执行先帝的遗愿。可是争议者说这不是上策。目前敌人恰好在西面疲于对付边线的叛乱，东面又要竭力去应付孙吴的进攻，兵法要求趁敌方劳困时发动进攻，当前正是赶快进军的时机呵。现在仅将这些事陈述如下。高祖皇帝的明智可以和日月相比，他的谋臣见识广博，谋略深远，但还是要经历艰险，深受创伤，遭遇危难，然后才得安定。现在陛下及不上高祖皇帝，谋臣也不如张良、陈平，而想用长期相持的战略来取胜，安安稳稳地平定天下，这是臣所不能理解的第一点。刘繇、王朗各自占据州郡，在议论安守策略时，动辄引用古代圣贤的话，大家疑虑满腹，胸中充斥着惧难。今年不出战，明年不征讨，让孙策安然强大起来，终于并吞了江东，这是臣下所不能理解的第2点。曹操的智慧谋略远远超过别人，他用兵好像孙武、吴起那样，但是在南阳受到窘困，在乌巢遇上危险，在岐山遭到厄难，在黎阳被敌困逼，几乎惨败在北山，差一点死在潼关，然后才得建称国号于一时。何况臣下才能低下，而竟想不冒艰险来平定天下，这是臣下所不能理解的第3点。曹操5次攻打昌霸而攻不下，4次想跨越巢湖而未成功，任用李福，而李福密谋对付他，委用夏侯渊，而夏侯渊却败死了。先帝常常称赞曹操有能耐，可还是有这些挫败，何况臣下才能低劣，怎能保证一定得胜呢？这是臣下所不能理解的第4点。自从臣下进驻汉中，已1周年了，期间就丧失了赵云、杨群、马玉、颜之、丁力、白寿、刘和、邓同等将领及部曲将官，屯兵将官70余人，
屠江、吴前、从叟、清羌、散骑、古骑等士卒1000余人。这些都是几十年内从各处积集起来的精锐力量，不是一州一郡所能拥有的。如果再过几年，就会损失原有兵力的2/3，那时拿什么去对付敌人呢？这是臣下所不能理解的第5点。现在百姓贫穷，兵士疲乏，但战争不可能停息。战争不能停息，那么单在那里等待敌人来进攻和出去攻击敌人，其劳力费用正是相等的。不趁此时去出击敌人，却想拿一州一地来和敌人长久相持，这是臣下所不能理解的第6点。最难于判断的是战事。当初先帝兵败于楚地，这时候曹操拍手称快，以为天下已经平定了。但是后来先帝东面与孙吴联合，西面取得了巴蜀之地，出兵北伐，夏侯渊掉了脑袋，这是曹操估计错误。看来复兴汉室的大业快要成功了。但是后来孙吴又违背盟约，关羽战败被杀，先帝又在秭归遭到挫败，而曹丕就此称帝。所有的事都是这样，很难加以预料。臣下只有竭尽全力，到死方休罢了。至于伐魏兴汉究竟是成功是失败，是顺利还是困难，那是臣下的智力所不能预见的。江建中注释：1. 汉指蜀汉，贼指曹魏，古时往往把敌方称为贼。2. 偏安指王朝举楚一地，自以为安。3. 蜀与魏两者相比，应取何者？4. 为助词。5. 入南指诸葛亮深入南中，平定4郡事。6. 并日2天合作1天。7. 故这里有但的意思。蜀都此指蜀汉之境。8. 议者指对诸葛亮决议北伐发表不同意见的官吏。9. 这2句指建兴6年228诸葛亮初出祁山，在今甘肃省礼县东。10. 曹魏西部的南安、天水、安定3郡叛变，牵动关中局势。在魏吴边境附近的嘉实，今安徽省桐城县北东吴大江陆逊击败魏大司马曹休两世。10. 禁区快速前进。11. 高帝刘邦死后的谥号为高皇帝。并平列。12. 渊深指学识广博，计谋高深莫测。13. 被创受创伤。这句说刘邦在楚汉战争中屡败于楚军。西元前23年，在广武（今河南省荥阳县）被项羽射伤胸部。在汉朝初建时，因镇压各地的叛乱而多次出征。西元前195年，又曾被淮南王英布的士兵射中。西元前2年，在白登山还遭到匈奴的围困。14. 梁张良，汉高祖的著名谋士，与萧何、韩信被称为汉初三杰。平陈平，汉高祖的著名谋士，后位至丞相。15. 长计长期相持的打算。16. 做安安稳稳。17. 未解不能理解。胡三省认为解应读作谢，未解即未感谢待之意。两说皆可通。18. 刘繇字正礼，东汉末年任扬州刺史，因受淮南大军伐袁术的逼迫，南渡长江，不久被孙策攻破，退保豫章（今江西省南昌市），后为豪强泽荣攻杀。三国志吴书有传，王朗字景兴，东汉末年为会稽，治所在今浙江省绍兴市，太守。孙策势力进入江浙时，兵败投降，后为曹操所征召，仕于曹魏。19. 孙策字伯符，孙权的长兄。父孙坚死后，借用袁术的兵力，兼并江南地区，为孙吴政权的建立打下基础。不久遇刺身死。20. 江东指长江中下游地区。21. 书绝极度超出的意思。22. 孙指孙武，春秋时人，曾为吴国将领，善用兵，这有兵法13篇。吴指吴起，战国时秦大将，在统一战争中屡建战功。23. 困于南阳，
建安2年197，曹操在宛城（今河南省南阳市）汉时南阳郡的治所，为张绣所败，身中流矢。24，显于乌巢。建安5年200，曹操与袁绍在官渡相持，因伐梁难支，在荀攸等人的劝说下，坚持不退，后焚烧掉袁绍在乌巢所屯的粮草，才得险胜。25，围于祁连。这里的祁连，据湖三省说，可能是指邺，在今河北省磁县东南附近的祁山。当时204曹操为邺，袁绍少子袁尚败守祁山，在邺南面，操在败之，并还围邺城，险被袁将审配的伏兵所射中。26，比逼于黎阳。建安7年2025月，袁绍死，袁谭、袁尚固守黎阳，今河南郡县东。曹操连战不克。27，己败北山，势不降。可能指建安24年219，曹操率军出斜谷，至阳平北山（今陕西勉县西），与刘备争夺汉中，被据险相拒，曹军心患，遂撤还长安。28，代死潼关。建安16年211，曹操与马超、韩遂战于潼关，在黄河边与马超军遭遇，曹操避入舟中，马超骑兵沿河追射之。代几乎。29，魏定。此言曹氏统一北中国，简称国号。诸葛亮以蜀汉为正统，因斥曹魏为魏。30，昌霸，又称昌西。建安4年199，刘备袭取徐州，东海昌霸叛曹，郡县多归附刘备。31，4月巢湖，曹魏以合肥为军事重镇，巢湖在其南面。而孙吴在巢湖以南长江边上的虚如口设防，双方屡次在此一带作战。32，李福。建安4年，车骑将军董承根据汉献帝密诏，联络将军吴子兰、王福和刘备等谋诛曹操，是谢、董承、吴子兰、王福等被杀。据湖三省云，李福盖王福也。33，夏侯，指夏侯渊。曹操遣夏侯渊镇守汉中，刘备取得益州之后，于建安24年出兵汉中，蜀将黄忠于阳平关定军山（今陕西省勉县东南），击杀夏侯渊。34，汉中。郡名，以汉水上流，沔水流经而得名，治所在南郑（今陕西省汉中县东）。35，齐。世纪年，益州年。36，赵云、杨群等都是蜀中名将。曲长，屯江氏部曲中的将领。37，屠江，吴前，蜀军中的冲锋将士。从，康基从，叟，轻枪，蜀军中的少数民族部队。赞骑、武骑都是骑兵的名号。38，图，对付。39，夫，发语词。平，同，平，平断。40，败军于楚，指建安13年208，曹操大军南下，刘备在当阳长坂被击溃势。当阳属古楚地，故云。41，俯首，拍手。42，以定，以定，以同，以。43，本句指刘备遣诸葛亮去江东联合，孙刘联军在赤壁大破曹军。44，本句指建安16年211，刘备势力进入刘璋占据的益州，后来攻下成都，取得巴蜀地区。45，兽首，交出脑袋。参见前注。33。46，关羽，字云长，蜀汉大将。刘备入川时，镇守荆州。建安24年，他出击曹魏，攻克襄阳，擒于禁，斩庞德，威震中原。孙权趁机用吕蒙计谋偷袭荆州，擒杀关羽父子。47，本句指刘备因孙权被蒙，袭取荆州，杀害关羽，就亲自领兵伐吴，在秭归，在今湖北省宜昌市北，被吴将陆逊所败。搓碟，失坠，欲失败。48，曹丕，字子桓，曹操子。在西元220年废汉献帝为山阳公，建立魏国，是为魏文帝。49，逆谏，预见，预测。50，鞠躬尽瘁，指为国事用尽全力。一作，鞠躬尽瘁。
51利钝，遇顺利或困难。52堵，度堵，易急，逆见，预料。洛神赋，三国魏，曹植。作者小传，曹植192到232，字子建，曹操第三子，曹丕之弟，沛国谯，今安徽亳县人。封陈王，谥曰思，是因又称陈思王。直少有才华，长于军旅。魏志，本传载其年10岁余，诵读诗论及词赋数十万言，善属文，颇得曹操宠爱，曾拟立为太子。后因任性而行，不自雕而罢。及曹丕、曹睿相继为帝，直备受猜忌。11年中而3喜都，虽屡次上书欲为国效力而不得，终郁郁寡欢，发疾而卒，年仅41岁。曹植的文学成就甚高，其诗以五言为主，题材广，形式多，意象生动，语言精美，是建安诗作的杰出代表。诗品称其骨气奇高，词采华茂。其赋婉丽多姿，或言神寄情，或托物寓意，对魏晋南北朝抒情小赋的兴盛起有重要的宣导作用。其文以前期书信、杂论及后期表书为佳，叙事议论大多文采斐然，妙趣横生。后世文人对曹植极为推崇，有《曹子建集》10卷，现存最早版本为南宋嘉定6年刻本。题解：洛神赋是曹植久负盛名的代表作，最初见于萧统文选。据序称，此赋系曹植于黄初3年222入朝后归寄洛川，因感宋欲对楚王说神女之事而作。蔡邕《述行赋》云：乘访周宿湍流溪，浮清波以横立。想觅妃之灵光兮，神幽隐而潜逸，代为此赋所本。赋首寄归程，自摩洛神，既唱道书，莫怀哀恋。其对洛神的描写虽借鉴宋玉的《神女赋》，却多用比喻烘托，形象愈见鲜明飘逸。且情思全浅，寄托遥深。此赋就有感真之说，魏直曾求甄氏女，后女为曹丕所得，及卒，直思而复之，故又名感真赋。或以为直借此寄托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，以书壮志不深之意，亦屈子之志也。一门读书记。洛神赋在历史上影响极大，除诗文传颂外，晋王献之有墨宝传世，顾恺之有丹青留人，明汪道昆有杂剧扮演，可见其为后人倾慕之至。黄初3年，1于朝京师，2还寄洛川，3古人有言，思水之神名曰宓妃，4感宋欲对楚王说神女之事，5遂作思赋。其词曰：余从京域，6言归东繁，7备伊阙，8换元，9精通古，10临景山，11日既西倾，车带马烦，12而乃睡驾乎衡高，13莫似乎之田，14荣羽乎杨林，15流盼乎洛川，16于是惊疑神骇，17呼烟思散，18辅则未察，扬以书官，19睹一利人，于言之叛，乃原欲者而告之曰：20而有敌于彼者乎？21彼何人思？若此之宴也。虑者对曰：臣闻河洛之神，名曰宓妃。然则君王之所见也，吾乃是乎？22其状若何？臣愿闻之。双引号。余告之曰：其形也偏若惊鸿。23宛若游龙。24荣耀秋菊，华茂春松。25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，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。26远而望之，皎若太阳升朝霞。27破而察之，灼若芙蓉出露波。28浓鲜得众。29修短合度。30肩若削成，腰如束素。31严谨秀相。32好直成路。33方泽无家，铅华浮玉。34云髻峨峨。35修眉连娟。36单唇外朗，皓齿内鲜。37
明谋善赖38，业辅成全39，归姿艳逸40，仪敬体贤41，柔情绰态42，媚语语言。祈福旷世43，骨相应图44，披罗衣纹璀璨兮45，耳摇臂之华居46，戴金翠之首饰47，缀明珠以耀躯，见远游之文履48，异物销之轻居49，为幽兰之方蔼兮50，不踟蹰于山隅51，于是呼烟纵体，以敖以兮52，左以彩毛53，右因贵旗54，攘号万余神虎兮55，采湍赖之玄之56，于情悦其属美兮，心震荡而不移57，无良美以皆欢兮，托为波而通辞58，愿成素之先达兮59，解玉佩以耀之60，皆佳人之信修兮61，羌袭礼而名师62，抗穷地以和语兮63，指前渊而为奇64，执卷卷之款识兮65，具司灵之我妻66，感交府之气言兮67，畅游豫而狐疑68，收和言而敬志兮69，申礼防以自持70，于是落灵感焉，喜以彷徨71，神光离合72，乍阴乍阳73，总清曲以鹤唳74，若将飞而未降，见焦涂之欲裂75，不横薄而流芳76，超长吟以咏木兮77，生哀厉而弥长78，而乃众灵杂沓79，命酬效履80，或系清流，或降神主81，或采明珠，或拾翠羽82，从南乡之二妃83，西汉滨之有女84，探护瓜之五匹兮85，永牵牛之独处86，杨青挂之一米兮87，一修秀以言著88，体训飞服89，飘忽若神，凌波为步，罗袜生尘90，动无常则，若为若安，禁止难齐91，若往若海，转判流经92，光润欲言，含辞未吐，气若幽兰93，华容婀娜94，令我忘餐。于是平易收风95，春后静波96，逢夷鸣鼓97，女娲清歌98，滕文宇以京城99，明玉鸾以斜饰100，六龙眼齐其手101，戴云车之容易102，金泥咏而嘉鼓103，水禽翔而为卫104，于是越北指105，过南冈，迂肃岭，回青阳106，动朱唇以徐言，陈交接之大纲107，恨人神之道书兮，愿盛年之末当108，抗罗媚以掩涕兮109，泪流金之浪浪110，道良惠之永绝兮，哀一世而异乡，无为情以孝爱兮111，现江南之名当112，虽前处于太阴113，常寄心于君王，忽不误其所舍114，唱神霄而避光115，于是被下临高116，足往神流，彼情想象，故忘怀愁。即灵体之复行117，欲轻舟而上溯118，扶长川而忘返，思绵绵而增慕119，夜耿耿而不寐120，沾繁霜而致数，命仆夫而就驾，吾将归乎东路121，揽飞佩以抗侧122，唱盘桓而不能去123，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排印本，曹植集教注。黄初3年，我来到京都朝觐，归渡洛水。古人曾说此水之神名叫密妃，因有感于宋玉对楚王所说的神女之事，于是做了这篇赋。赋文云：
我从京都洛阳出发，向东回归封地卷城，背着伊阙，越过幻原，途经通谷，登上景山。这时日已西下，车困马乏，于是就在长满杜横草的岸边卸了车，在生着枝草的地里喂马。自己则漫步于杨林，纵目眺望水波浩渺的洛川。于是不觉精神恍惚，思绪飘散。低头时还没有看见什么，一抬头却发现了异常的景象。只见一个绝妙佳人立于山岩之旁。我不禁拉着身边的车夫对他说：“你看见那个人了吗？那是什么人，竟如此艳丽？”车夫回答说：“臣听说河洛之神的名字叫密妃，然而现在君王所看见的，莫非就是他？他的形状怎样？臣倒很想听听。”双引号，我告诉他说，他的形影翩然若惊飞的鸿雁，婉约若游动的蛟龙。容光焕发如秋日下的菊花，体态丰茂如春风中的青松。它时饮食现象青云龙跃，浮动飘忽似回风玄雪。远而望之，明洁如朝霞中升起的旭日；近而视之，鲜丽如绿波间绽开的星河。它体态适中，高矮合度，肩窄如削，腰细如树，秀美的景象露出白皙的皮肤。既不施脂，也不敷粉，发髻高耸如云，长眉弯曲细长，红唇鲜润，牙齿洁白，一双善于顾盼的闪亮的眼睛，两个面泉下甜甜的酒窝。她姿态优雅妩媚，举止温文娴静，情态柔美和顺，语词得体可人。洛神服饰奇艳绝世，风骨体貌与图上画的一样。她身披明丽的罗衣，带着精美的佩玉。头戴金银翡翠首饰，缀以周身闪亮的明珠。她脚着是有花纹的远游鞋，拖着薄雾般的裙裾，隐隐散发出幽兰的清香，在山边徘徊徜徉。忽然又飘然轻举，且行且细，左面倚着彩毛，右面有桂旗碧印，在河滩上伸出素手，采撷水流边的黑色枝草。我钟情于她的淑美，不觉心惊摇曳而不安。因为没有合适的媒人去说情，只能借助微波来传递话语。但愿自己真诚的心意能先于别人陈达，我解下玉佩向他发出邀请。可叹佳人实在美好，既明礼义又善言辞。他举着琼玉向我做出回答，并指着深深的水流以为期待。我怀着眷眷之诚，又恐受这位神女的欺骗。因有感于正交府曾遇神女背弃诺言之事，心中不觉惆怅，犹豫和迟疑，于是炼容定神，以礼义自持。这时洛神深受感动，低回徘徊，神光时离时合，忽明忽暗。他像鹤立般地耸起轻盈的躯体，如将飞而未翔，又踏着充满花椒浓香的小道，走过杜横草丛而使芳气流动。忽又怅然长吟，以表示深沉的思慕，声音哀婉而悠长。于是众神分至杂沓，呼朋引伴，有的细息于清澈的水流，有的飞翔于神异的小主，有的在采集明珠，有的在腐蚀翠鸟的羽毛。洛神身旁跟着娥皇、女婴男香二妃，他手挽汉水之神，为护瓜星的无偶而叹息，为牵牛星的独处而哀咏。时而扬起随风飘动的上衣，用长袖避光远眺，久久伫立；时而又身体轻洁如飞浮，飘忽游移无定。他在水波上行走，罗袜溅起的水墨如同尘埃。他动止没有规律，向为急又向安闲，进退难以预知，向离开又向回返。他双目流转光亮，容颜焕发泽润，话未出口，却已气香如兰。他的体貌婀娜多姿，令我看了茶饭不思。在这时，风神平易收敛了晚风，水神穿后止息了波涛，冯夷即响了神鼓，女娲发出清灵的歌声。飞腾的文娱警卫着洛神的车程，众神随着叮当作响的玉銮一齐离去。六龙齐头并进，驾着云车从容前行。金泥腾跃在车架两旁，水禽绕翔护卫。车程走过北面的沙洲，越过南面的山冈，洛神转动白洁的脖颈，
回过清秀的眉目，朱唇微起，缓缓地陈述着往来交接的纲要。只怨恨人神有别，彼此虽然都处在盛年，而无法如愿以偿。说着不禁举起罗袖掩面而泣，止不住泪水连连沾湿了衣襟。哀念欢乐的相会就此永绝，如今一别身处两地，不曾以细微的柔情来表达爱慕之心，只能赠以名当作为永久的纪念。自己虽然身处太阴，却时时怀念着君王。洛神说毕，忽然不知去处，我为众灵一时消失，隐去光彩而深感惆怅。于是我舍低登高，脚步虽移，心神却仍留在原地。余情泉浅，不时想象着相会的情景和洛神的容貌，回首顾盼，更是愁绪萦怀。满心希望洛神能再次出现，就不顾一切地驾着轻舟逆流而上。行舟于悠长的洛水已至，忘了回归，思恋之情却绵绵不断，越来越强，以致整夜心绪难平，无法入睡，身上沾满了浓霜，直至天明。我不得已命仆夫备马救车，踏上向东回返的道路，但当手执马缰，举鞭欲策之时，却又怅然若失，徘徊依恋，无法离去。曹明刚注释：一、黄初，魏文帝曹丕年号，西元220到226年。二、京师，京城，指魏都洛阳。按曹植黄初3年朝京师是不见实载。文选，李善注以为系4年之物。三、冀度，洛川即洛水，原出陕西，东南入河南，经洛阳。四、泗水，指洛川。密妃，相传为密西氏之女，溺死于洛水为神。离骚，我令封龙城云溪，求密妃之所在。五、感宋玉，据宋玉有高堂神女二妇，皆言与楚襄王对答梦遇巫山神女事。六、京域，京都，指洛阳地区。七、言，发语词。东藩，古代天子封建诸侯，如樊梨之魏皇室，因称诸侯国为樊国。魏志，本传，黄初3年，立为鄄城王。鄄城，即今山东鄄城县，在洛阳东北，故称东藩。八、伊阙，山名，即阙塞山、龙门山。水经注一水注，习大禹疏以通水，两山相对，望之若阙，依水利其间北流，故谓之伊阙矣。山在洛阳南，曹植东北行，故曰背。九、焕元，山名，在今河南偃师县东南。元和郡县治，道路险阻，凡12曲，将去复还，故曰焕元。十、通谷，山谷名。华言，洛阳记，城南50里有大谷，旧名通谷。11、灵登，景山，山名，在今河南偃师县南。12、代，通代，谢代。商君书农战，农者代则土地荒。凡，疲乏。13、尔乃，承接连词，由言，于是就。税价，由停车。税，舍，治。价，车程总称。横高，生着杜衡、香草的河岸。14、末巳，喂马。4、一车4马，此泛指驾车之马。织田，十州记，中山在北海，先加数千万，耕田种之草。必说为地名，即河南巩县西南的织田镇。15、荣宇，悠然安闲茂。杨林，地名，一作杨林，因多生杨树而名。16、流盼，目光流转顾盼。盼一作免旁氏。17、惊疑神骇，为神情恍惚。疑变害散。18、呼烟，即肃茂。19、以儿，书官，所见书意。20、元，以手牵引。律者，车夫。21、敌，看见。22、吾乃，油盐莫非。23、偏，鸟疾飞貌，此引申为飘忽摇曳。惊鸿，惊飞的鸿雁。24、婉，蜿蜒曲折。此句本宋玉，神女赋，宛若游龙乘云翔。25、荣，丰盛。华美。二句形容洛神容光焕发，机体丰盈。26、飘摇，动荡不定。
回旋转。27角洁白光亮。28破靠近。着鲜明灿烂。芙蓉一座芙蕖荷花。露芦露水清茂。29浓花木繁盛。此指人体丰腴纤细小，此指人体苗条。30修长。度标准。此句集宋玉登徒子好色赋所谓增之一分则太长，减之一分则太短之意。31素白细丝织品。剧本宋玉登徒子好色赋。32颜秀君指长。像后景。33好洁白。剧本司马相如美人赋。34铅华粉。古代烧铅成粉，故称铅华。浮玉不湿。玉尽。35云髻发髻如云。峨高耸帽。36连娟又作连娟为曲帽。37朗明润。鲜光洁。38谋牧童子。赖顾盼。39叶一叶府一作府叶即今所谓酒窝。颧骨。淮南子说林叶府在夹则好。40浣同归奇妙。宋玉神女赋归兹伟态。艳逸艳丽飘逸。41仪态。娴雅。宋玉神女赋至解胎儿体闲。42绰宽缓。43祈福其力的服饰。屈原九章涉江，余又好此其服兮，年纪老而不衰。况氏犹言举世无匹。况空。44骨相骨骼形貌。应图只与画中人相当。45璀璨鲜明貌。一说为一动声。46耳珠玉耳饰。此用作动词，作配代解。摇臂美玉。华居刻有花纹的佩玉。47翠翡翠。首饰指钗簪一类饰物。48见穿着。远游谐名。凡亲定情诗，何以消至幽，足下双远游。文履是有花纹图案的鞋。刘桢鲁都赋纤纤丝缕，灿烂鲜馨，表以文祖，缀以诸品。鼻即咏此。49意托。不消轻薄如的消。萧生丝居裙边。50为引。芳霭芳香浓郁。51踟蹰徘徊。鱼角。52纵体轻举帽。遨游。53彩毛彩旗。毛旗杆上牦牛尾饰物。54桂旗以桂木为杆之旗。屈原九歌山鬼，辛夷车西结桂旗。55壤，此指宣袖伸出。神虎为神所游之水边地。虎水边则畔。56湍赖时尚急流。玄芝黑芝草。抱朴子仙药，之生于海于名山及岛屿之崖，黑者如泽漆。57震荡，形容心动荡不安。鼻月。58微波，一说指目光一通。59诚素，真诚的情谊。素同素。60要雅傲邀，同邀约请。61信修，确实美好。张衡思玄赋，一钟情之信修兮，慕古人之贞洁。62腔发语词。习礼懂得礼法。名师善于言辞。63抗举起。琼地美玉。和应答。64潜渊深渊，指洛神所居之地。其会。65卷通卷依恋貌。款识诚实。66司灵此神指密妃。我妻即妻我。67交府正交府。神仙传，妾先一出，游于江滨，逢正交府。交府不知何人也，目而挑之，女遂解配与之。交府行数步，空怀无佩，女亦不见。弃言背弃信言。68狐疑疑虑不定。相传狐性多疑，渡水时且听且过，因称狐疑。69收和颜，收敛笑容。静志镇定情志。70深施展。
礼房，礼记房记，夫礼房民所淫，故男女无媒不交，无婢不相见，恐男女无别也。房与房通，房障，自持，自我约束。71习以由低回。72神光，围绕于神四周的光芒。73乍阴乍阳，忽暗忽明。此承上句而言，离则阴，合则阳。74耸，桑耸，耸，鹤立，形容身躯轻盈飘举，如鹤之立。75焦途，途有胶泥的道路。焦，花椒，有浓香。76横薄，杜衡丛生地。77超，惆怅，永沐，长久思慕。78立，吉，米，酒。79杂沓，众多茂。80命酬效旅，游呼朋唤友。酬，伙伴，同类。81主，水中高地。82翠羽，翠鸟的羽毛，古人多用以为饰。83南乡之二妃，指娥皇和女英。据刘向《列女传》载，姚仪长女娥皇和次女女英嫁顺，后顺南巡，死于苍梧。二妃往巡，死江乡间，为湘水之神。84汉滨之有女，汉水之神。是周南汉广，汉有有女，不可求思。薛君，韩诗章句，有女，汉神也。85护瓜，星明，又名天机，在河谷兴东。无匹，无偶。阮语，指玉妇，商刨瓜之无偶，悲之女之独琴。86牵牛，星明，又名天谷，与之女星各处河谷之旁。相传每年7月7日乃得一会。87卦，金座卦。刘熙，世名，妇人上服曰卦。其下垂者，上广下狭如刀龟也。1米，随风飘动帽。88翼，遮蔽。岩柱，九立。89浮，野鸭。90灵，踏。沉，指细为四散的水墨。91南齐，南料。92判，文选，作，冕，斜视。流金，形容目光流转而有光彩。93幽兰，形容气息香馨如兰。94婀娜，轻盈柔美貌。95平易，传说中的众神之一，司职说法不一，或以为是云诗，吕氏春秋，或以为是雷诗，韦昭，或以为是雨诗，山海经，王逸等。而曹植认为是风神，其节落文云河伯典则平易思风。96川后，就说及河伯，似有物，似考。97冯夷，河伯名。清令传，河伯，华阴同乡人也，姓冯名夷。又楚辞，王逸注引，鲍仆子是鬼，冯夷以8月上庚日渡河溺死，天地属为河伯。98女娲，传说中的女神，是本，为其始作生黄，故此曰女娲清歌。99文鱼，山海经西山经，秦气之山，护水出焉，是多爻鱼，状如鲤鱼，鱼身而鸟翼，苍纹而白首，是会，常行西海，游于东海，以夜飞。经当从，文选，作，景。文选，李善注，景，介也。文鱼有翅能飞，故使景成。100玉鸾，鸾鸟行欲至车铃，动则发声。斜视，巨网。101六龙，相传神出游多驾六龙。眼，金池庄重帽。其首，为六龙齐头并进。102云车，相传神以云为车。博物志，汉武帝好道，7月7日夜漏7刻，西王母乘紫云车来。容易，舒缓安详帽。103鲸泥，泥泥即鲸鱼。水栖哺乳动物，雄曰鲸，雌曰泥。鼓，鼓鼓，车轮中用以贯轴的圆木。此指车。104为卫，作为护卫。105指水中小块陆地。106迂回，簇岭，白皙的景象。青阳，形容女性清秀的眉目。杨一作，杨。施正风也有蔓草，有美一人，清扬惋惜。107交接，结交往来。
108莫当，无匹，无偶。汉书司马相如传，言诗古注，当对偶也。109抗举妹秀。曹植续仇赋，杨罗秀而掩涕，与此句同义。110浪浪，水流不断冒。111孝爱，致爱慕之意。112明当，以明月诸作的尔当。古诗为焦仲卿七作，尔着明月当。113太阴，众神所居之处，与上文、前渊、意近。114不悟，不知，舍，止。115消通，消失。一作消，避光，隐去光彩。116背下，离开低地。临高，登上高处。117灵体，指洛神。118上溯，逆流而上。119绵绵，连续不断冒。120耿耿，心绪不安冒。121东路，回归东繁之路。122飞，车旁之马。古代驾车称员外之马为飞或参，此泛指驾车之马。配马缰绳，抗侧，有举鞭。123盘桓，徘徊不尽貌。与山巨源绝交书。三国魏嵇康。作者小传，嵇康，223到262，字叔夜，谯郡治县，今安徽省宿县西南人。竹林七贤之一，曾为中散大夫，故世称嵇中散。他是曹魏宗室的女婿，学问渊博，而性格刚直，嫉恶如仇。因拒绝与当时掌权的司马氏合作，对他们标榜的虚伪礼法加以讥讽和抨击，直接触犯了打着礼教版幌子的谋夺曹氏政权的司马昭及其党羽，结果遭诬被处死。他临行的时候，有3000名太学生请求以他为师，可见他在当时社会上的声望。他的散文长于辩论，思想新颖，戏理绵密，笔锋犀利，往往带有愤世嫉俗的情绪。有《嵇康集》。题解：山巨源，名涛，河内怀县（今河南省武陟县西南）人，与嵇康等友好，为竹林七贤之一。这封信是嵇康听到山涛在有选曹郎调任大将军从事中郎时，想荐举自己代其原职的消息后写的。信中拒绝了山涛的建议，指出人的秉性各有所好，声明自己复性疏懒，不堪礼法约束，不可加以勉强。他强调放任自然，既是对世俗礼法的蔑视，也是他崇尚老庄消极无为思想的一种反应。全文奋笔直书，说理透辟，文辞犀利，字里行间洋溢着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污傲情绪，具有鲜明个性。康白，足下习称吴于颍川。1吾常谓之之言。2然今怪此意上未熟悉于足下。3何从便得之也？前年从河东海。4显宗阿都说足下亦以无自带。5事虽不行，知足下故不知之。足下傍通。6多可而少怪。7无直性狭重。8多所不堪，偶与足下相知耳。兼闻足下谦。9惕然不喜。10恐足下修袍人之独歌，引诗注以自助。11手剑鸾刀。12漫之山星。13故具为足下陈其可否？吾习读书，得并介之人。14或谓无知，今乃信其真有耳。信有所不堪，真不可强。今空与同之有达人无所不堪，外不殊俗，而内不失正，与一事同其波流，而毁吝不生耳。15老子庄周。16吾之师也，亲居见直。柳下惠，东方朔。17达人也，安乎卑微，无其感短之哉。18又仲尼兼爱。19不修直鞭。20子闻无欲清香。21而三登令尹。22是乃君子思济物之意也。23所谓达则兼善而不愚。24穷则自得而无闷。25以此观之，故尧舜之君士。26许由之言妻。27子房之左汉。
28皆于之行歌。29其魁异也。30养瞻数君，可谓能遂其志者也。故君子百行。31殊途而同志。32循性而动，各复所安。故有处朝廷而不出，入山林而不返之论。33且言陵高子臧之风。34常青木相如之节。35志气所托，不可夺也。吾每读上子平，台笑微传。36慨然目之，想其为人。家少孤禄。37母兄见交。38不涉经学。性父疏懒，筋奴肉缓。39头面长1月15日不洗，不大闷痒，不能目也。40每常小便而忍不起，令包中略转乃起耳。41又纵一来酒，情意傲散，简与礼相悖，懒与慢相成，而为柴类渐宽。42不攻其过。又独庄老。43重增其放，故使荣进之心日颓，润时之情转笃。44子由勤禄。45少见荀彧，则服从教制，常而见机。46则狂固顿阴。47复道汤火，虽是以金标。48享以佳肴。49欲思长林而志在风草也。阮嗣宗口不论人过。50吾每失之而未能及，志信过人，与物无伤，唯饮酒过差耳。51志为礼法之事所绳。52及之如仇，幸赖大将军保持之耳。53吾不如嗣宗之资。54而有慢持之缺。55又不是人情，安于机宜。56无万食之甚。57而有好进之累。58久与世皆私信日新。59虽遇无患，其可得乎？又人伦有礼，朝廷有法，自为治熟。60有必不堪者7，甚不可者2，过习晚起，而当关乎之不治。61宜不堪也。暴秦行淫，易掉草也。62而立足守之，不得妄动，2不堪也。唯作一时，必不得摇。63幸父多失。64把骚无已。65而当国以章服。66一拜上官，3不堪也。卒不辩书，又不喜作书，而人间多事，对岸迎击。67不相酬答，则犯教商议。68欲自勉强，则不能久，4不堪也。不喜吊丧，而人道以此为重，以为未见术者所愿，至遇见重伤者，虽屈然自责。69然性不可化，欲降心顺俗。70则鬼故不情。71意中不能或无咎无欲如此。72 5不堪也。不喜俗人，而当与之共事，或宾客营坐，名声刮耳。73消沉臭楚，千变百计，在人目前，6不堪也。心不耐烦，而官事殃长。74积物缠其心，是故烦其虑。7不堪也。又美非汤，5而薄粥，恐。75在人间不止，此事会显。76是教所不容，此甚不可议也。当常极恶，轻似直言，遇事便发，此甚不可二也。以促中小心之性。77同此久患，不有外难，当有内病，宁可久处人间邪？又闻道士遗言，耳述黄金。78令人久寿，亦甚信之。游山泽，观于鸟，心甚乐之，一行作力，此事便废，安能舍其所乐而从其所惧哉？夫人之相知，贵是其天性，因而忌之。吕不逼伯成子高。79全其节也，仲尼不嫁盖于子夏。80护其短也，晋诸葛孔明不逼元直以入蜀。81华子于不强又安以清香。82此可谓能相终始，真相智者也。足下见直木不可以为伦，取木不可以为爵。83盖不欲往其天才，令得其所也。故四民有业。84各以得志为乐，为达者为能通之，此足下度内耳。85
不可自见好张府。86强越人以文冕也。87己是臭腐，养冤除夷死属也。88无清学养生之术，方外荣华。89去滋味。90由心于寂寞，以无为为贵。纵无久患，尚不顾足下所好者。又有心闷急，轻转增堵。91思义自是，不能堪其所不乐。自博以审，若到尽途穷则已耳。足下无事冤之。92令转于沟壑也。93无心师母兄之欢，异常妻妾。女年13，男年8岁，未及成人，况复多病。故此亮亮。94如何可言？今但愿守陋巷，教养子孙，时与亲旧叙离阔，陈说平生，浊酒一杯，弹琴一曲，志愿毕矣。足下若鸟之不至。95不过欲为官得人，以一时用耳。足下就知无潦倒粗疏。96不切事情，自为一皆不如今日之贤能也。若以俗人皆喜荣华，独能离之，以此为快，此最近之可得言耳。然使长才广度。97无所不焉。98而能不盈。99乃可贵耳。若无